柏林體育宮，希特拉首次以總理身份發表演說。希特拉嘅計劃係點呢？當然係專制統治，不過要分階段進行。國會入面仲有200名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議員，所以希特拉嘅第一步就係解散國會，進行新一輪選舉。佢嘅演說透過電台廣播，希特拉向所有選民，包括左翼人士呼籲：我深信時機就嚟成熟，就連數以百萬曾經譴責過我哋嘅德國民眾，都會加入我哋嘅陣營，同埋為我哋努力創造出嚟嘅成果一同歡呼。我哋努力創造出嘅係一個全新嘅德意志帝國，一個偉大、榮耀、強盛嘅帝國。希特拉發表完呢個安撫性嘅演說後，繼續戴住假面具向上爬。不過，戈培爾為咗鞏固納粹黨嘅選民基礎，希望釐清演說內容，回歸納粹嘅基本原則，即係反猶太主義同暴力。如果猶太報章以為佢哋語帶威脅就可以嚇到我哋嘅話，佢哋最好小心一啲。我哋嘅忍耐係有限度嘅，終有一日，我哋會令佢哋合埋嗰把污糟邋遢、謊話連篇嘅口。各位黨員同埋衝鋒隊成員唔使擔心，紅色恐怖嘅終結比你哋預期嘅仲要嚟得早。共產黨員，你哋準備接受徹底嘅失敗啦！